高雄鳥青南地公園內底有一片稻仔田是特別要種予鳥仔食的，不過所發現講，這準備要收檔的稻仔，煞已經予人掛掉，佮破壞了。觀光局表示講，會協助警方來調監視器，嘛暗算要加強管理，佮巡查機制。他這個應該是用剪的，不是割的。稻仔出口無種濟，予志工就唔甘。高雄鳥青濕地公園內的野鳥超過100種，為着予鳥仔會當毒，也推動食農教育。民國103年，志工佇園內開墾大約70平方公尺的稻田，但年開放予囡仔體驗種稻仔，今年關聯佇6月辦掛稻仔活動，煞予人惡意掛稻尾。食農教育，所以我們沒有特別的去做一些農藥之類的，更不用說施肥了。我們就是用大自然的土地的滋潤、雨水，我們或者雨水不夠，我們灌溉，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養這些稻子。田內只存一兩簇的稻穗，稻田雖然無大，要一掛斷稻穗，又還需要一段時間。志工推測破壞者可能是看準拜二向園區無志工的時來破壞。營養局管理濕地公園的高雄野鳥協會表示，園內設施互破壞，不是頭一擺的，發現了後已經通報警局。承租濕地公園內土地種植水稻供鳥類啄食，為發現水稻已有遭剪痕跡，經查看現地無裝設監視系統。本分局原僅依規定受理開具報案證明，持續加強巡邏，以防治不法。貓頭鳥覓佇竹林內，烏樹當做受的五色鳥不時探出頭。鳥青濕地作為市區野鳥重要的生態地，志工呼籲民眾珍惜得來無簡單的保育成果。管轄濕地公園的觀光局協報也表示，會檢視園區內現有的監視器，協助警方釐清，也會甲鳥會等單位研議園區管理甲巡查機制，以維護濕地環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